准飞扬啊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场外市上的花束，展示的花束淡雅而脱俗，跟辣椒之前清晨高热的苦瓜，有点是有维泰式的苦瓜，还有丰富的维他命的抗氧化的芭乐，然后健康薯片系列茶青，凡是呢为提升农民的效益，创造甘薯产业附加价值，期待望在。关有山有海有味的很源，所以相对的，咱的农产品是非常济嘛，非常品质非常的好。那这一次感谢伫咱关农会26乡镇农会总干事的带领之下，那会使讲甲咱各个乡镇因的这个特产哦，拢提出来加分析。甚至呢，咱也有真侪总干事牺牲摄像哦，那包括有这个帅哥美女等等的造型都有了哈。那最主要的是希望把咱的农产品给行销出去。咱彰化县有一个叫做彰化优先的品牌，但是过去咱拢一直给它忽略掉。我们现在会善用这个品牌，那针对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无毒有机，或者说政府的这个履历，那4Q 1张的等等的东西哦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标准，那县政府还会再跟他做认证。那把这样好的一个产品能够行销出去，那也是对消费者一个好的一个保障。所以像咱中华农产品，今嘛呢外销到新加坡，也外销到加拿大，所以显示出我们的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。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我咱的乡亲哦，给用咱中华的这个农产品，保证袂互你失望，而且呢食了吼绝对是够健康，而且够安全。那而且欢迎咱的乡亲一起来这个鼓励我们的农民，哇，让咱的农民有法度更较好的这个生活。那我们也会努力来打国际杯把彰化好的这个农产品行销到全国，行销到世界各国。